大家好，歡迎收聽網上編輯部嘅節目，呢度有我以德台人，希望大家點讚、訂閱同分享啦。好啦，今節咧，我想講嘅話題咧，我自己覺得啊，都真係好鬼死荒謬嘅。嗱，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喺俄羅斯有名異見人士，佢個名叫做阿歷斯納瓦爾尼嘅。呢個人咧就俾好多歐洲嘅領袖，甚至乎美國都視佢為英雄一樣嘅人物。點解？就係因為佢反對普京啦。西方媒體形容納瓦爾尼咧係普京咁多年嚟最頭痛嘅心腹大患一樣啊。只不過佢喺舊年2月嗰陣，佢喺俄羅斯嗰個凍到冇人想去嘅人稱極地狼嘅監獄入邊就瓜咗老襯。嗱，當時俄羅斯官方就話佢係猝死嘅，意思就係佢突然間瓜咗老襯啦。唔好問點解，問嘅咧就係唔尊重死者。點知事隔1年啦，咁大家以為呢件事已經成為歷史，抌晒落垃圾桶嘅時候咧，英國、法國、德國、瑞典同埋荷蘭呢5個國家突然間咧就整咗份聯合報告出嚟。佢哋仲話根據好精密嘅分析，話納瓦爾尼呢個人咧喺佢嘅樣本入邊驗到有一種叫做埃皮巴提定嘅毒素。咁呢種毒素邊度嚟呢？就係原來產自南美洲亞馬遜雨林嘅毒箭蛙身上嘅噃。嗱，各位，個劇情發展成咁咧，真係聽到我成個人都醒晒噶。喂，大家要記住，佢過身嗰個地點係喺俄羅斯北極圈入邊零下30幾度嘅一個監獄度，竟然會出現咗南美洲亞馬遜嘅毒箭蛙嘅毒素。咁呢個係乜嘢嘅劇本呢？邊個人寫得出嚟嘅呢？所以今節就想同大家從呢份報告背後揾出當中嘅疑點，同埋一啲九唔搭八嘅政治操作啦。首先我哋先講下呢個科學奇蹟先。研究就顯示埃皮巴提定呢種嘢呢，喺自然界入邊呢，基本上淨係會喺南美洲3色毒箭蛙嘅皮膚上揾到嘅啫。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個畫面啦，一個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嘅特工咁佢係接到任務要去北極懟冧納瓦爾尼。佢唔係帶槍，亦都唔係帶毒氣，而係喺個暖袋入邊裝住一隻顏色好鮮豔奪目嘅產自厄瓜多爾嘅青蛙。佢要喺零下30度嘅暴雪入面保護住呢隻青蛙唔好凍死，因為呢隻青蛙係冷血動物嚟嘅，大佬。佢一出機艙咧，即刻就變成青蛙雪條啦，仲要揾機會將呢隻青蛙嘅分泌物搽落納瓦爾尼嗰份早餐度。咁我真係好想問俄羅斯嘅特工係咪轉行做咗動物保育人士呢？定係佢哋喺北極監獄圈入邊起咗個溫室亞馬遜熱帶森林呢？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就即刻出嚟話：喂，我哋俄羅斯天然環境根本冇呢隻青蛙噶，唔通隻青蛙自己飛嚟北極坐監嘛？所以今次咧，扎哈羅娃咁樣抽水咧，就抽得幾硬噶。嗱，咁講到俄羅斯嘅暗殺咧，可能大家都諗起嗰啲咩神經毒素啦，其中一樣嘢叫做諾維喬克。呢一種咧係蘇聯時代研發出嚟嘅軍事級神經毒劑，真係可謂名震江湖噶。基本上係俄羅斯暗殺界嘅名牌樣。喺2020年，納瓦爾尼第一次中毒嘅時候咧，據講德國實驗室驗出嚟嘅結果，佢就係中咗諾維喬克呢種神經毒素嘅。好啦，咁點解今次會轉用毒箭蛙嘅毒先？原來毒箭蛙身上叫做埃皮巴提定嘅呢種毒素咧，都幾有意思嘅。佢嘅止痛藥力咧係比嗎啡強200倍噶，但係只要分量多少少咧，就會令到你個神經系統完全癱瘓，甚至呼吸停止噶。如果係咁，我哋可以做一個大膽假設，喂，究竟係咪克里姆林宮啲人可能覺得用化學毒劑太殘忍啦，太唔人道啦，所以今次想搞個有機暗殺呢？即係話喺自然界揾一啲止痛藥令到納瓦爾尼瓜老襯期間完全唔覺得痛，甚至覺得有啲嗨嘅情況下，好安詳離去呢？喂，如果真係咁嘅話，咁俄羅斯嘅特工絕對係暗殺界嘅關懷小組一樣。喂，呢種轉變究竟係科技嘅進步定還是只係純粹想玩殘啲法醫呢？
嗱，好啦，跟住落嚟啊，仲有個重點㗎。嗱，我哋睇下呢份報告喺幾時出現先。嗱，好多時候咧 timing 好重要嘅。呢份報告咧就偏偏就喺慕尼黑安全會議嘅時候爆出嚟嘅。喂，慕尼黑安全會議係咩啊？基本上就係國際政壇奧斯卡 crossover 巴黎時裝週一樣，全球最頂尖嘅政客、軍事領袖、情報頭子，個個咧着晒西裝咁去慕尼黑飲最靚嘅咖啡，討論點樣拯救世界或者瓜分世界啊！而今年嘅焦點咧，本來就係喺烏克蘭嘅軍援度嘅，又或者喺中東嘅亂局，點不知咧呢份報告一掟出嚟，哇！直情就喺個會場入邊掟咗一個震撼彈咁咯。扎哈羅娃呢位俄羅斯嘅發言人就指控西方國家咁做咧，只不過係搞緊開場表演啫。咁大家諗下，班政客上台發言之前，新聞頭條全部都係俄羅斯用南美毒箭蛙毒殺反對派領袖，咁邊個仲會理你俄羅斯講乜嘢安全架構，講乜嘢外交啊？嗱，呢個傳播學上咧就叫做 agenda settings 定調啊。西方國家就用一隻青蛙就成功將俄羅斯定格成一個殘暴又瘋狂，甚至乎有啲變態嘅政權添啦。但係最精彩嘅唔係呢度，最精彩我覺得咧就係俄羅斯嘅反擊。扎哈羅娃提到一個好有趣嘅點噶，佢話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想掩蓋美國流傳緊嘅愛潑斯坦案件有關。咁大家知唔知愛潑斯坦邊個啊？我哋之前都有唔少節目講過噶啦，佢喺監獄係被自殺嘅，好多人都係認為佢係咁嘅。雖然美國政府係極力證明係真係佢自殺嘅，亦都將佢搶救嘅相片公布埋出嚟添，但係有幾多人信愛潑斯坦係真係自殺至得噶？可以話8至9成嘅人啊都相信愛潑斯坦係被自殺嘅。點解？因為愛潑斯坦知道嘅實在太多太多，全部咧都係涉及西方權貴，有科技企業巨頭啦，有政界猛人啦，甚至乎皇室成員都好多嘅，一個二個原來咧都去過愛潑斯坦佢個私人島度開 party 嘅噃，所以愛潑斯坦嘅檔案一掟出嚟咧，亦都令到整個西方政壇啊都感到非常尷尬噶。嗱，咁嗰個俄羅斯嘅邏輯係點呢？就係話緊你而家呢班西方國家好驚嘛，愛潑斯坦啲衰嘢通晒天啦，於是乎咪整份咁樣嘅報告，整個青蛙嚟到轉移視線咯。哇係，我覺得呢下咧真係拍爛手掌啦！政治陰謀論咧瞬間就大集會，竟然就諗到由一隻南美洲嘅青蛙攞到去北極，藉此嚟到掩蓋美國富豪嘅醜聞。喂，呢種咁為跨度嘅聯想咧，真係少啲創作力啊，都諗唔到噶。嗱，仲有一樣嘢啊，喺慕尼黑會議期間咧，納瓦爾尼嘅太太啊都有出席，而呢份報告就喺呢個時候出嘅，基本上就係幫佢造勢噶，就係要將佢塑造成一個悲劇英雄嘅繼承人一樣。所以俄羅斯就話呢一切咧都係一個寫好晒嘅劇本，而西方情報機構只不過導演，再由5個國家聯合演出，目標就係要喺全球媒體面前俾普京一個最難睇嘅周年紀念禮物啦。你話成場戲係咪誇張過紙牌屋呢？所以喺西方嘅政治界入邊咧，好多時候咧真相係次要噶，最緊要當個真相掟出嚟夠爆。如果呢份報告咧係3個月前推出，或者3個月後先出，咁個效果就唔夠震撼啦嘛。呢個亦都係精準打擊啊！所以喺西方撈情報界咧都要識得一點公關嘅。嗱，講到西方國家嘅指控啦，我哋跟住亦都要睇睇佢哋嘅語言藝術係點啦。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無論係英國啊、法國啊，定還是德國都好，佢哋次次指控俄羅斯嘅時候咧，都會用一個詞噶，叫做 highly likely， 高度可能啊。嗱，呢個詞咧絕對係西方外交史上嘅一個萬能 key 嚟嘅。嗱，當年2018年英國索爾茲伯里中毒案，當時首相文翠珊就係用呢個萬能 key 嚟到指控俄羅斯噶。點解要話高度可能呢？嗱，因為佢哋冇100%證據嘛，又或者有證據又唔想公開啦，所以咪用高度可能，咪可以達到指控嘅目的，但係亦都留翻一條後路，
萬一最後發現原來係誤會，都係話哎呀，我當初都係話高度可能啫嘛，冇話你一定係喎。但呢啲今次呢5個國家英法德瑞典加埋荷蘭嘅聯合聲明就話俄羅斯有手段、動機同機會，咁係咪真嘅先？嗱，依家俄羅斯就反客為主啦，佢哋嘅發言人扎哈羅娃喺記者會上面咧就好強硬咁反問啊 ，show me the data， 俾啲數據我睇下。佢咧就要求西方國家提供具體嘅分析結果、樣本數據同埋檢測流程。佢話：你哋一個話驗到青蛙毒啊嘛，樣本喺邊度嚟啊？納瓦爾尼嘅死喺俄羅斯嘅喎，屍體都喺俄羅斯喎，你哋點樣揾到可以驗出微量生物鹼嘅有效樣本啊？哇！呢個反駁呢，我認為真係令到一眾西方國家冇聲出㗎。其實大家試諗下，納瓦爾尼就死喺俄羅斯喺北極圈嘅一個凍到企鵝都唔會去嘅監獄入邊，嗰度呢，守衛森嚴到連烏蠅都飛唔入嘅。咁如果呢啲眾西方國家真係攞到樣本，咁即係話一係俄羅斯內部有高級內鬼冒住生命危險都要偷偷地咁切一塊組織出嚟，或者抽一桶血寄翻去西方。一係就係西方特工真係好似 Tom Cruise 咁樣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去北極冰原上面避過晒衛星監察，潛入去停屍間度抽取樣本啊嘛。嗱，如果係有內鬼嘅話，咁俄羅斯而家就會好頭痛噶咯。竟然原來身邊竟然有個會寄青蛙嘅快遞員。嗱，如果係 Mission Impossible 嘅話呢，咁俄羅斯嘅國防安全簡直就笑話一樣。但係亦都仲有個第三可能嘅，亦都係俄羅斯一直暗示嘅，就係咧呢啲樣本根本就係偽造，又或者係納瓦爾尼之前喺德國留醫嘅時候留落嚟嘅舊樣本啦。嗱，咁依家俄羅斯個反駁就好簡單嘅，你一日唔俾原始數據我一日都係當你老作㗎咋。佢哋甚至話你呢種咩毒箭蛙毒素根本就係你西方國家自己加落去度嘅，然後就話俄羅斯落毒，你老作我咪作翻你咯。咁其實呢啲遊戲咧，佢哋都玩咗幾十年噶啦。不過最搞笑就係咧，當呢5個國家一邊就話有證據，一邊就話我哋要保護檢測方法同情報來源噶，所以數據係機密。嗱，情形咪好似中學生喺度嘈交咁咯，係咪啊？咁俄羅斯就會話翻你冇證據即係老屈啦。西方國家就會話我有證據都唔俾你睇啊，總之你就係兇手。唉，咁我哋呢啲花生友咧，真係睇到一頭霧水啦。如果真係嚟自南美洲毒箭蛙嘅毒啊，咁嗰啲毒素啊喺納瓦爾尼死咗1年之後，你仲可唔可以喺組織樣本入邊穩定存在而又唔分解呢？嗱，呢個亦都係一個極大嘅科學提問嚟嘅噃。但係喺政治宣傳面前呢，科學往往都要讓路嘅。嗱，或者講到呢度啊，講多些少科學嘅嘢先啦，就唔好話我淨係喺度抽水啦。我都有查下嘅，艾皮巴提定呢係一種生物鹼嚟噶，喺三色毒箭蛙之所以有毒，就係因為佢哋喺雨林入邊食咗某啲特定嘅昆蟲，然後咧就轉化咗嗰啲生物鹼。嗱，如果你將呢啲青蛙捉個人工飼養，俾啲乾淨嘅蟋蟀佢食咧，佢哋就會失去毒性噶咯。即係話呢種毒素咧係佢哋食出嚟嘅。嗱，重點就嚟啦，如果俄羅斯要用呢種毒，咁佢哋就必須要直接由南美洲入口嗰啲野外捕獲嘅青蛙，又或者喺實驗室入邊進行極為複雜嘅化學合成。但係如果既然你要用到化學合成嘅話，咁點解唔合成翻以前用開更熟手、更難被察覺嘅諾維喬克呢？喂，諾維喬克係液體，亦都可以係粉末，甚至乎噴霧都得嘅。而且俄羅斯有成幾十種方法可以令佢被消失啦。咁除非就係一種可能嘅，就係呢種毒素呢，喺一般嘅屍體檢驗入邊啊，係會誤認為係某種強效嘅止痛藥。喂，如果納瓦爾尼生前有服用過任何止痛藥物，或者監獄嘅醫生俾過啲乜嘢強效藥佢，咁呢份報告驗出嚟嘅結果會唔會只不過係一個科學上嘅誤讀呢？又或者西方國家就係呢種差不多嘅性質，就夾硬將佢講成係嚟自毒青蛙嘅毒呢？大家要知道納瓦爾尼喺北極監獄入邊，據講佢成日病噶，仲話佢身體狀況一直都好差嘅，所以喺嗰種咁咪極端嘅環境底下呢，任何藥物反應都可能會變得好奇怪噶。而家西方國家呢，就揀毒箭蛙呢種物種，就貪佢夠刺激、夠有畫面感、有電影感啊嘛。
聽到連一般大眾都聽唔明嘅神經毒劑，仲要聯繫到喺熱帶雨林嘅毒箭蛙，成件事係咪好有戲劇效果呢？好啦，講完啲毒藥，講翻人先啦。納瓦爾尼呢個人咧都死咗成年噶啦，咁而家剩低啲乜呢？根據最新嘅新聞報道就講到嘅，俄羅斯嘅反對派依家咧就處於一個群龍無首、互相殘殺嘅狀態。納瓦爾尼佢所成立嘅反腐敗基金會同其他反對派組織例如嗰位流亡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嗰一派咧，竟然喺度互相指責喎。有人就話對方係遭到克里姆林宮度滲透噶，有人就話對方係西方國家嘅走狗，甚至有啲人就被踢出歐洲嘅對話平台，甚至連歐洲理事會議會嘅大會或者所成立嘅一個叫做俄羅斯民主力量對話平台嘅嘢，納瓦爾尼嘅組織成員竟然缺席。所以你話成件事係咪諷刺啊？納瓦爾尼用條命換取一個團結反普京嘅機會，結果佢瓜咗老襯之後，佢啲戰友咧就忙住喺歐洲度內鬥嘈交，一個二個咧都係為咗爭取嗰些微影響力同埋西方嗰啲資金。咁普京見到呢一幕咧，相信連毒藥都唔使落笑都笑死啦。佢可以話：你睇下，你班友仔就係你哋所謂支持嘅民主力量連坐埋一齊飲杯咖啡都做唔到啦。喺嗰班西方流亡嘅俄羅斯人異見人士，就有一個叫做 PACE 嘅對話平台嘅，話要為俄羅斯人發聲，等佢哋可以喺歐洲同其他嗰啲政客交流。聽起上嚟好似好有計咁喎，係咪？但係喺現實嘅就係呢個組織入邊咧係唔講民主，從來咧裏面嘅人都係被欽點嘅。有新聞入邊都講到嘅，好多呢啲反對派人士咧就批評呢個平台根本代表唔到廣大嘅俄羅斯人民，純粹一場大型嘅圍爐取暖。佢哋咧會喺布魯塞爾度開會，普京咧就喺前線打緊仗，但係佢哋嘅聲明就話納瓦爾尼嘅死係系統性犯罪，普京更加只係簽署更多鎮壓嘅法令。所以咧呢啲乜嘢異見組織純粹係飯食嘅。歐洲嘅政客亦都好喜歡呢啲異見組織，得閒就揾下佢哋影相打卡攞光環，藉此咪可以向選民交代咯。你睇我好反俄噶，俄羅斯係敵人，係魔鬼一樣，我哋支持俄羅斯人民，從來就係攞嚟做 show 嘅啫嘛。咁講到呢度，最後都講多些少納瓦爾尼當年佢明知翻俄羅斯係會被捕甚至會死嘅，但係點解佢係都要選擇翻嚟先？於是乎有人就話佢係現代耶穌添話用自己嘅苦難去喚醒俄羅斯國人但係佢都瓜咗老襯一年啦。咁俄羅斯國內嘅反對派又有冇好大嘅變化呢？反而我哋見到嗰啲流亡嘅海外俄羅斯人組織咧就掛住內鬥。喂，如果真相係正如呢份報告所講係中咗毒箭蛙嘅毒而死嘅話，係咪即係話俄羅斯有能力喺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揾一啲奇奇怪怪嘅毒藥，更加可以喺一個令你最意想不到嘅地方送你一程呢？似乎納瓦爾尼嘅死呢，依家就變成咗西方一眾政客用嚟轉移愛潑斯坦醜聞嘅工具咯，又或者只不過係各大西方媒體用嚟增加點擊率嘅工具。所以政治永遠都係非常殘酷噶，死人都唔會放過你啊！好啦，講到呢度，最後我都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嘅。其實你覺得俄羅斯特工會唔會真係山長水遠去到南美洲揾隻毒箭蛙出嚟，然之後從佢身上抽嗰啲毒液，跟住就飛翻俄羅斯嘅北極圈入邊嗰個監獄嚟到去做暗殺呢？定係你會覺得呢個純粹係西方國家嘅一種科幻上嘅創意呢？不妨喺本節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啦。好，今節就講到呢為止，下次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話題。拜拜。